大家好，我係華強波華仔，好多謝咁多位粉絲朋友嘅支持同埋信任。我哋呢期視頻咧帶嚟一個 JD 系列嘅 S11 mini 款，呢隻係我哋嘅 JD Ultra 4，呢隻係我哋 JD S11 mini。咁呢兩個手錶嘅外觀有咩唔同咧？我哋可以睇下 S11 mini 咧就係做咗一個超薄超細嘅，非常好睇。適合女仔去佩戴，因為有好多朋友都想買一隻女性嘅手錶送俾自己嘅屋企人啊，或者送俾自己嘅朋友。呢隻 Ultra 4係適合男仔戴嘅，因為佢比較大隻。咁我哋可以睇到啦，呢個 S11咧做得係比較精細嘅，佢嘅厚度咧係唔超過1厘米嘅，9毫米，屏幕尺寸咧係42mm 嘅，絲滑度相當高。因為佢哋兩個嘅配置係一樣嘅，都係 AMOLED 嘅屏幕，分辨率都係368×448，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嗰個屏幕畫起嚟咧係非常嘅舒服，而且佢係唔同於其他嘅好多低版本嘅手錶，係用咗 LCD 嘅顯示屏。咁 LCD 嘅顯示屏同呢個 AMOLED 嘅顯示屏有咩唔同咧？就係佢哋嗰啲屏幕咧，在強光之下，即係在白天啊，有太陽啊，或者夜晚黑嘅時候咧，佢發背光；在白天嘅時候咧，佢就睇唔清。呢個咧就係 LCD 顯示屏嘅缺點。咁我哋呢個手錶咧，無論係白天仲係夜晚，都睇得非常舒服嘅，而且佢嘅絲滑度非常高。芯片都係用咗巨芯科技嘅 ATS3085S 嘅芯片。呢個芯片唔使我多講啦，佢係華強北第一梯隊嘅芯片啊，包括好多大牌子紅米啊、小米啊、OPPO 啊、榮耀啊嗰啲手錶啊，都係用咗呢個巨芯科技嘅芯片，性能係非常穩嘅。心率傳感器咧係天意合心嘅心918心率傳感器，佢嘅心率傳感器咧係做得比較準嘅。呢個咧都係好多而家大牌用緊嘅心率傳感器嘅呢個牌子。平時咧我哋跑步啊，或者平時出去行山嘅時候咧，我哋可以測下自己嘅心率，睇睇有冇過高啊。如果有過高嘅話咧，要注意休息。然後佢嘅內存又係有做咗4個 GB 嘅內存，系統佔用1個 GB， 剩低可用嘅內存咧係3個 GB 左右嘅。我哋可以傳啲音樂啊，同埋好多錶面入去嘅，因為好多華強北手錶咧都係1個 GB 唔到嘅，甚至咧係幾百 M 嘅。有好多你傳個5首歌啊，或者10首歌啊，或者10個錶面啊，咁樣咧就滿噶啦。呢個咧係可以傳好多好多嘅，因為3個 GB 係好夠用噶啦。在藍牙版嚟講咧，呢個內存係屬於天花板級別嘅啦，做得咁大，因為佢可以作為一個臨時嘅 U 盤去使用。臨時嘅 U 盤係點去使用咧？咁要配合我哋呢條充電線啦。呢條充電線咧，我哋接到電腦之後咧，我哋放個手錶上去，在電腦嗰度就可以感應到呢個手錶。咁我哋可以傳啲文件入去啊，或者有時候你出門冇帶 U 盤啊，咁你又想下載啲嘢翻去，咁你可以當一個臨時 U 盤去使用。咁我哋呢個充電線咧，佢唔係磁吸嘅，半磁吸咯，因為佢係做咗4個觸點嘅呢個設置，要對準呢4個觸點之後咧，先可以充電嘅。對比其他嘅手錶嘅充電線咧，呢款手錶嘅充電線個吸力確實係弱一啲嘅，不過佢係有優點嘅，因為佢做咗4個觸點嘅接觸點多咗之後咧，第一個佢嘅充電速度會快啲，第二個咧佢嘅發熱程度咧會好啲，即係佢充電嘅時候咧，佢發熱程度係比較輕啲嘅，唔係好熱，而且充電速度都相對嘅會對比其他嘅華強北手錶會快好多嘅。以上咧就係呢個手錶嘅基本嘅信息啦。咁呢個手錶咧係適合一啲平時有帶手機在身邊嘅朋友去使用嘅，因為呢個係藍牙版，藍牙版咧係需要配對手錶使用。第二個咧就係香港啊可唔可以用啊？其他嘅地方可唔可以用啊？喺度咧我同大家講，無論係邊個地方、邊個手機型號，無論你係蘋果、Android 都好，都可以使用呢個手錶。呢個手錶仲有咩比較好嘅優點咧？就係呢個佢可以自己
去下載一啲適合手錶使用嘅應用。呢個係好多華強北手錶做唔到嘅點啦，因為佢裏頭係有啲天氣啊，仲係呢啲 AI 啊，去供大家去下載嚟使用嘅。呢個天氣咧，我哋下載好之後，我哋就可以睇到比較詳細嘅天氣情況。不過佢手錶原本咧，佢都係自帶有一個天氣嘅。我哋可以打開呢個天氣，佢呢個記錄咧都係比較詳細嘅。今日、聽日、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五都係比較好用嘅，而且佢嘅數據咧都係睇得比較清楚嘅。呢個手錶所有嘅點咧都非常嘅注重用戶嘅使用體驗，所以我哋嘅使用嘅過程中咧係比較舒服嘅。好，我哋手錶就係介紹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有中意呢一款 S11 mini 嘅手錶，大家可以聯繫華仔。好，多謝大家嘅支持同埋信任。呢期視頻咧就到呢度。如果中意華仔嘅視頻，可以點個訂閱同埋點個讚。